小喜德勒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来看新建图书馆的工地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学一些跟建材相关的藏文，一起去看看吧。然后这边呢是我们新建图书馆的工地。那现在外面的气温非常热哦，大概有摄氏37度。那个印度人都顶着大太阳在烈日底下工作，真的非常的辛苦。那工地这边呢，我们看到有砖块，砖头，藏语呢叫做梭帕，或者是沙帕，梭帕都是砖块。那这边我们看到有石头，石头的藏语呢叫做铎，土呢藏语呢叫做萨，它跟地呢是同一个字。那我们那边可以看到有沙子，沙子呢藏语叫做解妈。那旁边呢这边可以看到有钢筋，钢筋呢藏语叫做挡架。那铁呢藏语叫做架。在口语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用架代表金属类哦，架。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房子，它是用来储放一些建材用的，里面有堆放一些水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，这里面呢有储放这些水泥哦，水泥的藏语呢叫做阿当。好，在开始复习之前，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图书馆近期的工程。我今天又来工地了，现在比较凉爽一点，因为已经晚上6点多，印度工人下班了。那可以看到说跟之前几个礼拜比起来，这边已经开始有雏形出来了。那这边这个通道通下去呢，以后就是接这个地下的储藏室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之前我们讲的地下室，用来做储藏室、储放东西的地方。现在它的雏形已经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上面这边是1楼，目前呢现在还在建设，还在进行中。
现在天气真的非常炎热哦，大概有37度。然后刚才呢，手机还一度过热哦，所以拍摄中断。那真的他们非常的辛苦哦，在那个顶着烈日，在烈日底下工作，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。说帕，说帕，沙帕，沙帕，多，多，姐妈，姐妈，萨，萨，当家，当家，家，家，阿当，阿当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Just delay.